孤孤单单，
哇，真好乱飞，是啦，来度假哈，其实非常轻快的歌曲。哎呦，知影吼，公司这边加中华关万林区，突然间，真正突然间转落一波雨，一阵雨，一阵雨，啊，就落迄阵尔，连伊哦，啊，涂骹嘛打去啊，啊，就搁足热啊，吼，这种敢若袂输迄个西北雨共款。好，来哦，谢谢咱即摆线顶已经真侪朋友咧甲咱陪伴哈。来3309，咱中信大哥，谢谢5087，张大姐大万林，宜兰叶大哥，咱住伫高雄市，咱的中永 A 奖，谢谢南坎这边的市场大哥。来，感谢1840的哦，黄金凤姐姐好，感谢咱台南的林大姐哦，092710婉婷，谢谢台中的哦10美发哈，来文明大哥，阮来党的哈，董文明大哥的掌声，钟国登大哥谢谢，徐爸爸徐妈妈你也好，感谢咱吴永贵大哥，K 九玉玲妹妹，咱的陈云茹大姐大哥哦梅香姐姐谢谢，陈地正大哥。先出大哥，感谢咱的张大姐，还有33022哈。而且甲咱观众朋友报告就讲，芳玲啊，我甲你拍破，你拢无甲我讲，毋是无甲你讲，这嘛是阮的问题啦。因为阮拍破的专线内底才有4线尔，啊4线同一时间，如果观众朋友你也卡，伊也卡，超过4线电话的时阵，雄你通上万卡的时阵，会无去，啊无就是走，退掉去，挤掉了，无就是会走迄个。规厘啊出来尔，哦，像讲哦，拄则我伫咧讲已经有走即个236的啦，吼，092的啦，是710的啦，是，吼，这毋是名牌哈，这电话号码我无咧报名牌。对，像讲拄则，吼，咱的1840的这，啊，你就是你头前被挤掉了，好啊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如果我若无念着你的时阵吼，不要生气哦。搁加卡一摆，好，搁加卡一届就好哈。好来，今晚换江林来唱歌哦。江林老师今仔带来这首叫做《尊上的男儿》，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。夜凄凄，风在船顶摇来摇去，最后一连吹，会着阮无聊的衫去。一旦来离开一天，都就是可以吃，也着波浪吹风势来唱我诗。做男儿无需要想来甘稀味，看着天星，踮在天边含情带意，原来一时时有记着伊中的恋意，已经千里流恋心绵绵，阴暗最好在船内梦中相依。也可来安慰着心内酸苦味。爱才有叫天。一只飞来春去，飞来甲添阮满腹心坎这情情万里，已无分开我心内边。踮在船顶看江天，
伊名字，才原谅我总是纯情的男儿。尊上的男儿。哇，来感谢春雄大哥哦，林妹妹，咱的佑哦，生佑大哥，感谢咱的张大姐，太平，哦，太平生佑大哥，我讲到太平吼，你会记得咱紧张这啊无？是。哇，这会使讲吼，自阮广播电台，啊，到即嘛安尼差不多有28档的时间啦。是。28年了哈。结缘啊，到安尼将近要个30档。对，哎呀，自从迄时阵我嘛才20外岁啊。是啊。这个时阵过程是甜蜜，又搁加上快乐的。好来，感谢咱的文忠大哥哈，希望观众朋友搁陪伴阮吼，我搁陪伴恁啦吼，我啦，甲江林搁陪伴恁，搁来个28年啦，你看无？哦，安尼就幸福的吼。好来，谢谢咱的廖菊丽姐姐、台北的童大姐啊，感谢咱宜兰叶大哥、吼剑山大哥，剑山大哥，我搁陪你一个28年哈。来28971哈，来中华蓝大哥、烈义大哥、烈义大哥，谢谢哈。哦，我迄天猫仔共加捞去，哎呀，啊，佫拢无生气着，我加在。哦，我若拄着迄，爱着疼惜你啊。疼惜吼，对啊对啊。啊，你服务袂歹。迄大哥吼，啊一寡大姐，啊一个吼，咱讲这观众朋友，你感谢恁的疼惜。迄物件吼，若安尼hand落去了后吼，哇！恁电话拢做一届，你敢知？是。小姐啦、豆腐啦、我啦、江林啦，啊，即摆写的时阵吼，害啊啦，袂记入落电脑啦。好佳哉，佫拢会敲电话转来讨。我都有甲你讲，你奈无甲我猫啊，奈会无来。对啊，运动马仔都爱教啊。对啊，无上班嘛3工都会教，嘿啊，忙啊忙，等啊等啊。我还佫戆戆伫遐伫咧等，到底谢芳玲小姐这是什么意思咧？安尼哦，好佳哉，你佫电话敲入来，我会甲你讲，迄是什么意思哈？后来谢谢宜兰郑大哥、钟勇大哥，咱的云鲁大哥啊，云鲁大哥，咱的梅香姐姐，谢谢龟山蔡大哥哈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所以讲拄则咧讲这吼，这是事实啦。观众朋友，如果你这几工啊是顶礼拜五，我讲顶礼拜五，吼，如果你来讲顶礼拜五，你有甲我加油，啊，迄只吼猫爱去恁兜的，上无昨爱到，今仔佫无到的时阵来，观众朋友你会记得哈，你电话都爱敲来啊，对，可能甲你加留去，敲咱的客服电话，对，你敲客服，唔免钱，好，好来。啊，即摆要来点歌哦，吼！如果若有像我讲安尼，你较紧去找阮小姐哈。来头一首歌曲《流浪到台北》。出我来，流浪到台北，已经过一年。第二首可怜酒家里。好了，第三首哦，男性的纯情。第四首，这首歌观众朋友足介意的呢。第四首，我相逢后壁到，我若讲到这首的时阵吼，我讲者啦，吼，迄阮的春雄大哥就直笑。我讲你是咧笑啥物？哦，你都唔知。若唱到这首歌吼，真正就想到较早，甲阿嫂伫咧谈恋爱的时阵，好，我爸爸熟济时阵吼。庙前的用手卡，嘿啊，啊若无就是过到后壁到。嘿，啊无迄个后壁咱咧土地公啊遐啦。对啦。吼，你无走去王阿婆哦。啊，唔知。迄是500迄个王阿婆嘛敢去哦。伫咧讲啥物件咧？讲规暝规日安尼。放电嘛，唔知通好拍呢。是啊。是啊。遐济话通好讲。迄若过当刚倒来时阵吼，迄穿咧200棍啊，对安尼，要收规个拢做红豆。但我讲落去，恁牛爸咧找你啊！哎呀，是无，较紧倒来，无倒来去用拍死哦。牛咧时阵讲，一个查某囝，当时到底。但唔知走去倒去啊。谈恋爱。
走去后壁狗啦！来哦，第5首妈妈请保重。喂。你故乡，赐我来流浪。爸爸哟，妈妈哟，请恁爱原谅。第6首，不如卖熟悉。若要知影会变这款，当作不如卖熟悉。豆腐爱食无？这豆腐后真正我共加落去的吼。来哦，第7首，夜幕的港口。他乡的港口有夜暝，只记过天，夜幕。即摆呢，要来拍开现场的call in电话，卡咱头前的专线，你会记得哦。你要点歌，你就是爱卡互动专线哦，8326-317。8326-317。苏大哥你好，牛仔吼，我讲。我点第7首。第7首哦。我来夜幕的港口。好，我下台啊。OK， 好，谢谢哈。你安做大声？来，青港大哥你好。哎，要听倒一首？第7。上海后壁高第4首歌曲，来，甲做安排。感谢，来你好，郭大姐哦。我点的不如卖熟悉。不如卖熟悉。我下开哈，好，谢谢。叶大哥好。你好。好。不如卖熟悉。安尼哦，好，我下开哈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我无甲你偷骂呢，你开啊呢？好。我无讲，我讲你若讲到这首歌，你就笑日本的安尼哦。讲要甲你斗阵，我27年啦。恁兜敢无？你讲阮兜别项无，后壁狗足侪条的。后壁狗还有草布啊卡咧。安尼哦。好啦，要听倒一首。相逢后壁狗啦。好啦。OK。好啦，谢谢啊，好，拜拜。来哟，福田大哥好。你好。嗨。你好。我点第7首。好，第7首夜幕的港口。好，这是咱的潘太太，康康。大家好，江云老师。嗨。你好。大家好。好。第1首。好。来，流浪到台北。好的。好。宝玉姐姐。哎，你好。哎呦。哇，真无简单卡开哈，宝玉姐。对啊，我卡足久拢好的。这第7，那个夜幕的港口。夜幕的港口。好，我下开哈。好，谢谢，感谢。好。彩云姐。好，我下开哈。好，感谢彩云姐，谢谢。岳小姐。2位主持人好。岳小姐要听倒一首啊？第5首哟，哦好，我下这啊。妈妈，好，下开哦，平安快乐哈，龙顺大哥好。妈妈请保重。好，我下开哈。好，谢谢龙顺哥，谢谢。玉玲妹妹。嘿。大哥好。好。你好。妹妹点不如卖熟悉。第6首。好，平安，谢谢。怡子姐姐。我要点那个夜幕的港口。好，第7首。好，来，这是怡子姐哦，哈，好，谢谢。来哦，陈妈妈。喂，妈咪。哦。小弟，我要妈妈请保重。哦。第5首。好，拜拜。好，陈妈妈哈。
阿朱姨，阿朱姨你好。好，相逢后壁高，阿朱姨哈。好，下凯啊，你好，新朋友。喂，新朋友吼。你好。你要听倒？嘿，你要听倒一首哈？嗨。我来哦。嘿，对，你即摆我甲你讲，来，我甲你讲话呢。你要听电话筒来听电话筒，互你声哦嘿。啊，来你讲，你要第几首？4号晓，啊，我要怎称呼你？来，相逢好，你啊，我要怎称呼你哈？4个人点唱。切哈，你开电。哦 ，K 姐啦哦，啊，为什么会没有？我 K 姐，我你讲好，我知。啊，你 K 姐，你唔着用迄支就好啊，我就免搁摇啊，讲安尼。来，你好，新朋友吼。你好，欢迎你。我要你著讲不自问熟悉。好，我写开啊。第6首。啊，这你嘛新朋友呢？欢迎你，欢迎你。我姓郭。郭大姐啦哈，大姐啊，你住倒位啊？我住迄个讲台南市。哦，台南市。哦，台南市我就知影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张大姐你好。张大姐，来啊！嗨，宜兰郑大哥好。你好。嘿，郑大哥要听倒一首？有呀，看看。好，我下改哈。第7首。好，谢谢您哦。OK， 好，来准备。不要刚好，谢谢。来，这首歌曲是咱的剑山大哥潘太太、宝玉姐、开婚姐、怡子姐、郑大哥所点。来，刚你们感到天气哦，谢谢。港头夜暝，只记花痴情，也无路，搭在空边，顶花摇动，无了。姐的掌声。
心肝，缘都无定处，随风飘来飘去，不知东西。谢谢我们的尤大哥、尤大嫂、钟永爱家、酷酷姐、咱的米花仔、09123，谢谢91381、八杠五大姐、叶玉萍姐姐你的掌声，谢谢。夜幕的港口。好，谢谢。嘿呀，是哩，感谢咱观众朋友吼准时收看。哎呀哦，搁咱的月凤姐姐伫咧甲咱拍扑啊吼，咧甲咱拍扑啊吼。好来，感谢咱观众朋友啦，这段时间哦，咱有咧甲咱观众朋友哦关心到你的身体健康的哦，无论是迄只大只鸟啊好，哦，还是迄只大尾鱼啊好，还是伫土地伫咧选的迄只。哦，迄只才是。哎呀，迄只足强的呢，迄只足歹的呢。哦，迄只吼，你安尼甲杀来，我甲你讲哦，迄听讲若要掠迄个土地伫咧选迄只吼，迄人迄手还有练过呢。无伊咧瞬间吼，伊足力，骨溜，足骨溜，啊，佫有力。就选去啊。哦。你去想讲吼，迄只吼，你头壳剁断哦，哦经过2、3点钟啊。是。你像即个号做，迄个新的时阵吼，甲猛者伊佫会带者，佫会带者，佫会带者，迄就是啊，就迄个气，迄个力。哦。古早人伫咧讲啊。是。讲即个物件时阵吼，你若如果来讲，都着重伤的啦。哦，或者是讲起来，咱会像即个人体的时阵，吼，重点处理过啊，开刀啦，手术血流足济啊，吼，元气真实的即款来做些啊，好，即个吼，这选的即尾就上好啊。是啊。迄真济咧酸痛的时阵，安尼西药啦、中药啦，咧食数十年呢，食袂行。哦，结果就是讲，即尾时阵就选的安尼哦。迄个气拍通了后，血路通透，人本身的时阵就做精彩起来。无吼，迄检查拢无毛病咧。对。气吼无形的，检查袂出来。佫有诶吼，有诶这时代就讲吼，少年的时阵，就做工课有当捌去伤害着。着伤啦。像讲咱若讲迄。做土水的、土水师傅啦，还是讲咱都有咧爬悬爬低啦，无着当去撞着这啦。做田做山嘛会啊，爬悬爬低就你若是吼少年的时阵，可能都酸痛腰部啦，气胸解有咧食了后，我咧讲吼，会差不多20外冬拢总无代志。但是你若今年来到60、70岁的时阵吼，开始就咧出代志啊，都安尼奇怪呢。都以前迄故乡的所在，那安尼足艰苦的啦。哦，若想的就讲吼，写来慰一记啊，伊较轻松哦，轻松头正礼拜尔。但是伊时间愈来愈缩短，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这呢，咱就是讲爱食，咱若有辛苦病痛，恁就爱知影去了解讲，哎哟，食较天然的啦。吼，当然咯，咱若是迄个去撞着、弄着啦，有伤痕的迄，爱去开刀啊，爱去听啊。但是你若是像讲以前20、20年前的一寡伤害，你就爱靠你来做听查。这段时间真侪时代讲，知影讲，迄尾啊，迄伫涂骹咧选的迄尾啊，食到有够好的啦。今仔日吼，无咱今仔卖，咱来开讲好啦。我来开放一个时间吼，来甲咱观众朋友来做分享，好无？来，导播，分享来甲拍出来咧吼。咱观众朋友吼。有这段时间就是讲，你有足侪好的方法，要甲咱观众朋友来做分享。你都有食过迄只鱼仔甚至呢，你都捌安尼食过迄只鸟啊，遮大只迄这一个月都有听访人伫咧讲，涂骹伫咧选的迄只。你要甲咱观众朋友来做分享，安尼我恁讲。即马一个电话互恁咯吼，来哦，
8326-317。 8326-317。我感觉讲吼，观众朋友有当时是听阮两个咧讲，阮两个逐工嘛咧讲，拢总讲跩。有当时啊，互恁来讲看卖啊咧。互恁使用过了后。对啊，像迄天一个阿玉仔姐啊。讲一下感想。迄阿玉仔姐讲，芳玲啊，我安尼吼，食你迄只鸟啊，迄啊，迄食迄只鸟啊，食到偌好呢。对。迄食到本地吼，安尼两支骹讲安尼，若要安尼出一个门咧，讲安尼豆豆啊花啦，价格吼，甲厝边啊1斤尔啦。结果食迄只鸟啊，食了后呢，即马讲有法度去菜市啊，吼，佮毋免国杀的哦。迄有个人来去菜市啊，互迄拖车啊，毋才会摕物件，爱摕较好摕对无？即马毋是啦。 讲人伊物件拢赶转来啊啦，所以讲来，我即马开放现场可能就互咱观众朋友来做分享哈。来哦，你好。哎。啊哦。嘿哦。哦，徐妈妈你好。徐妈妈你好。你要甲人分享去哦。哎呀，小等下哦。好，你讲。我哪要甲你讲啦？哦，好，来，这徐爸爸的款哦。哦。光明哦。哎，是哦，徐爸爸你好。我你讲哦。好，你讲。啊，我去钓鱼啊，钓啊地久哦，有只绳子要到第二。 安尼，我咧拍目枪哦，下久啊，甲骹骨啦、麻啊、手骨啦，算有只骨酸啊。阮某咧食这一罐细罐的我食。哦。我食了就是几工，我精神错我都拢袂放下。安尼，搁继续我大嫂我甲你做。好，谢谢，感谢来。我一个小姐讲哈，恭喜你哈，好，谢。来哦，金珠姐啊。 你好，哎，我金主遐吼，要甲恁买物件。好来。来哦，即马毋是买物件时间，我跟你讲吼，不是来我说就好了哈。来，好，谢谢哈。来哦，谢刷卡小姐甲你做哈。好，来，好，保留哈。来，恁即马吼，恁即马要期限了，来，叶小姐。你好。 哎，芳玲，我要甲你作证。好，你讲。见证一下来。迄条安尼，伊只安尼一软头迄只。哦，酸的只哦，嘿。哦，我食咧。你安尼食偌久？爱听电话内面的声音。我要甲你作证一下吼。好，你讲。两个软头壳食吼。嘿，是。哦，我食2、3工尔，我20几工的伤。嘿。 已经就好差不多3分尔。哇，阿姐，恭喜你咧！哇，所以哦，我搁后壁还差不多月底甲我寄来。无要紧，阿姐哦，我问你吼，你安尼20几工的伤，你时阵是去伤着倒？连长下啊。是这个哟。迄个连的下面迄个连长下的。 马椅的下面比较是讲你啦，你较早倒位受伤？嘿啦。你的身躯？对啊。系啊，你的身躯倒位？是尻川头还是倒位受伤？无，伫咱的面的下面遐。哦，马椅的下面哦，我听。面啦。哦，面哦。啊，面啦。我们的那个奶下面。哦，伫遮啦，这个面啦，嘿啦，安尼我知影。 啊，即马就这真正难嘞。啊，就胸部这边，才要去伤到20几工啊，啊3工尔就差真济啊吼。好，你这想做的。好，恭喜你哦。好，谢谢，来。拍通了。我即马甲你好，来，换咱廖大哥来。廖大哥，你好。廖大哥你好哈，你要甲人分享呀？无啊，我想要讲。 好啦，我即摆想问你来，好，我先甲你好 ，OK 啊，好。就是讲最近公司吼，爱本身的时阵来，你甲接过来无紧。来哦，尤大哥。喂。你好。阿嫂哦。阿嫂你好。阿嫂。哦。你要甲人分享呀？我讲哦。好，你讲。哦，迄只大只鸟也袂歹啊。哦，啊，迄只鸟啊吼。嘿啊。啊，你只鸟啊食安怎？鸟食啊吼，骹吼。嘿。阮头的中风哦，啊骹安尼较袂迄落吼。嘿。啊食了完啊拢加。较有力。这行加足好势啦。我知影，我咧讲吼。嘿啦。迄人若中风过吼，骹拢嘿是。迄3、4工食了嘛袂歹啦。安尼谢谢，感谢。恭喜你啊！好，是那迄落安尼，进前食别项的牛肉。拉哩。即摆实际拢足好的啊。哦，拉哩迄啦吼。好，恭喜你哈！好，我知，感谢，谢谢。来，碗里面张大姐你好哈。张大姐。你好。
好，来，我紧，安尼好啊，吼，来先来，感谢您，吼，今仔先开放这几个就好啊，谢谢你们哈。谢谢。我跟你讲吼，用欢喜的心情，我知影讲你咧甲人分享的时阵，心情足欢喜的。啊，我希望讲咱电视机前咱遮时代，你呢有听到，而且欢喜咧做分享，咱都艰苦足久啊，恁都莫讲听访邻的啦，你都听阮遮时代，家己安尼发心。打电话开甲恁做分享哈，恁照伊安尼做都无毋对啊吼。好来听歌，继续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。来，双红后壁高，双红后壁啊，我咧唱歌互恁听哦吼。来，咱今仔日明仔载再过来，明仔载吼，我等下佫有时间，我再佫开放电话吼，佫甲咱观众朋友来做分享哈。谢谢，来双红后壁高哦。青冈大哥、春雄大哥、阿祖呀，谢谢，咱来 K 姐来一个，感谢您来进这首这胸红后壁高。中永会奖，谢谢党诶龙大师、月霞姐、郑聪大、青港大哥、玉斌姐姐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今晚呢爱来进一段广告时间咯吼。来广告时间的时阵，观众朋友啊，要注意听呢，因为吼最近的广告恁知，物件拢总无讲介量上，吼。因为这种真珍贵的产品，非常的珍贵，而且那个呢量都有限，哈啊，所以讲观众朋友你们要把握，您当然要注意听我讲哦，哈。后来进广告，谢谢。
啊，即马甲咱介绍吼土龙精。啊，你知影我已经今天第3天了，对不对？我这批是我家己开车去甲老师，我来讲，老师的工厂吼，老师讲，啊，我都剩伫后壁花尔呢，我听着安尼尔吼，真正是一箱一箱，我嘛毋知讲，我迄工咧遐有力着安尼吼，直搬到吼车着甲吼，会当载着甲载转来安尼啦。我咧讲吼，观众朋友，我甲恁报告，到今天也要截止了，因为内底我。下早甲伊算开时阵，剩23组，吼，23组。我安怎卖？恁已经来这2天啊，恁都有听到啊嘛，吼。老师这一次给我们的回馈，就是你即马甲咱注文一组，就是2盒呢，咱就是2500块。但是呢，这届哦，这届同款哦，观众朋友啊，我给你们的就是，你甲我买一组对无？再加送2盒。土城金珠。我咧讲吼，观众朋友啊，恁一定爱把握，这是正港台湾的哦，正台湾的土龙精哦。是讲你像这个去年吼，一寡像这内底的这个伤害，得食袂起来，头拄啊是人伫咧见证，你有听到啊无？是啊。吼，这款物件当中的是你可遇不可求。来，啊，即马来爱人电话开始卡哈。黄金的是我宝贵。对。你黄金的当中的是你去买，电话赶紧卡，谢谢。咱只要钱就有啊。但是呢，咱像这个土龙精啊，这你就一定爱伫咱西部沿海海边，吼，啊叫这师傅去掠，啊掠的时阵有当时啊一工吼掠到3-5尾，啊有当时啊是一工掠30-40尾，啊你就爱有人去收。哦，就亲像讲像这个黄教授啊，呢，吼，10外维修起来了后，才有法度做成像这个土龙精，吼，这土龙精的是2骹的啦，吼，白骹挑的啦，吼，或者是讲像这个咧，不是的是吼，都安尼真虚的人，查甫囡仔当中是容虚其实，吼，查某囡仔就是咧虚心难底，那安尼规年烫天的时阵，这个有关爱当中的时阵咧。拢总转袂离的这款的组织，吼，都人看起来心头安尼吼，好，结果是我足无元气，吼，安尼像这艰苦甲强要死去这款的组织啊，这款的即个讲精气神，吼，真严重的失调。对，你土龙精甲摕回去食看卖啊！是啊，内底佫有珍贵的啥呢？佫有珍贵的这肉蓉，对对，这种足高贵的物件，吼，咱像这软骨素啦，吼，玻尿酸蛋白质啦，吼。像这 DHA 啦，是啊，内面足侪好的物件，是，你食咧甲第一当中，你才知影讲，嘿，实在有影好，实在有影绕道啦，吼，迄有的时阵，暗暗时啊当中是车搭过了后时阵对无？迄红下早时啊8点要上班啊哦，红的啊好较紧起来，明啊好较紧起来，哦妈妈，哦太太。你莫假吵，我人足忝足实的，你加我困一搭句啊！这款的这就是恢复精力无正常，吼！我甲你讲，土龙精上好哈，有去10块大尾，吼！伫病院的时手术转来了后时阵对无？人安尼实在讲的，强要去哦吼，强要去哦拖去咧共款，你较紧的，较紧的吼，来，较紧的先甲买转去食啦，来，嘿。我即摆。感谢谢谢吼，咱这安南吼，咱作者啊吼，罗妈妈。把机会把握吼。来，我这边首先来感谢咱这观众朋友啊，拢满线咯，嘿，来甲手底流浪到台北。出外来流浪到台北，已经过7年。想起当时，甲伊来有时阵在怎样？小王子有
滴。虽然是男女入情，虽然是男女入情，愿心稀微。夜的月光白茫茫，照在雨玻璃窗。予阮想起着故乡伊一人，伊对阮。有情有义，将来有希望。为怎样命欺人？为怎样命欺人？人情流浪人。看见着彼边山顶，孤雁头无停。思念妹妹啊，不是阮无情。将来咱幸福，若有比拼，才着来流浪打拼，才着来流浪打拼，也是一切天。流浪到台北。谢谢，来感谢咱拄只观众朋友哦，这个芳龄加油！我恁讲，系，无啊。我都甲恁讲，我袂甲恁讲白菜啦，我袂甲恁讲讲硬，甲恁吓，甲恁吓另工则过来啦。嘿嘿，另抓吼，看尽量无好的看。物件，小弟无介绍。嘿嘿，吼，对细芳龄的时阵嘛未推广啦。当然咯。牙叉动家己目睭。是啊，嘿啊。戆人才是主管代志。对。迄听伊的听俗，对你就是爱去找迄个产品，伊多本身多有下伊用啦。对啦。啊，人做伙拢嘛有感情。对啊。啊，白白要用趁吼，看着这工人的心也是实啦。嗯哦，啊，细芳龄的当中也乖乖啊。系。白白要用趁，都互家己的小弟啊趁啦。对，来讲到这吼，伫遮来早体康观众朋友啊，恁今仔日泡啊未？哦，刚啉甲我一工拢总泡一包呢。这安尼甲拉一杯的时阵吼，今仔日所需要营养拢总有够。有的人都无喙齿，有的人都吼都安尼啊，都食袂落。下昼食，暗还搁伫咧拄调咧。哦，如果你若是安尼，你若是安尼来讲，我咧讲吼，一工甲泡一包就好哈，一工甲泡一包吼。嘿，老师啊，涂龙精你爱嘛知影哦，是无啊？你莫搁讲哦，吼。好来哦，吼，来，即摆若甲咱买走体康吼，安怎算？一组内底就是有20包。好，都是20包哈，20包你就是一工甲泡一包，可以怎样减糖
可以减糖，吼，可以当安怎，互咱观众朋友体格变水。啊，若有糖分的人呢，吼，我咧讲你免烦恼，甲拿一包，气味有够好的，气味有够好的啦，吼，好啦，啊，恁即摆咧要甲我注文的时阵吼，电话拢总甲卡开，我拢满线。红姐，谢谢啊，感谢561的，谢谢。来，即摆甲咱注文咱的早体康吼，红姐哦，红姐啊，喂，好，你做见证啊？好，互你讲啦，安尼即摆即个时间，互你讲啦，来。好啦，讲你迄打咧迄啦吼。早体康啦，即摆毋是广告时间会使讲啊啦。会使讲啊吼，我甲你讲，我顶个月底来挂大刀的，啊你有知哦？恁大哥吼，对啊，有去开刀对无吼？对啊。你都有看到三角用要死有无？三角吼，剩迄皮全黏的安尼尔啦。对啊。嘿。加5公斤出来啊，迄腹肚拢大起。哦，啊，拢有生肉吼。嘿。哦，迄人若无生肉，人直直无品气气呢。哎呀，啊，迄鸵鸟精拢我咧食有无？嘿，我嘛是拢咧大刀的啊。你拢买大刀的啦？喂，有啦。你若是讲我70外岁有大刀头栽。对，我都做瑜伽呢。嘿，迄拢平常时有伫咧练呢。鸵鸟精伫咧食就对啊啦，吼，嘿啦，阿嫂啊，谢谢啦，感谢红姐啦，吼，感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来，咱的产品吼，观众朋友，这拢总是观众朋友感觉讲，我都食了足好，要甲咱观众朋友吼，互咱安尼，甲咱观众朋友来做交配，来，饮料吼。啊，这安尼吼，啊，你嘛有食过对无？哦，当我食，我逐日拢拿2包呢。你一日拿2包哟？啊，这食的人较有元气无？我拢拿2包啊。安尼哦，好，啊，我来讲吼，你等下你落线敲电话，我有代志要甲你。好，安尼我甲你写开哈，来，你是饮料姐姐吼，啊，我等下甲你回电话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来哦，你好，喂，金凤姐啊，阿姐你好，金凤姐啊你好，嘿来，你要爱吼？好，安尼吼，好。来，我等下再甲你讲好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我恁讲吼，恁若要问我讲大组细组安怎分的，恁等下再甲我问。这个时间恁电话就甲我讲，你要爱甲唔爱尔？文良大哥，你今日要爱早体康哦。7盒5000。7盒5000的哦嘿，谢谢，感谢咱的文良大哥来秀珍姐好。你好。秀珍姐，你要早体康？那个假如鸵鸟精那个可以放多久？3年。哦，3年哈。嘿，那你就给我拿迄个5960块对不？啊，59几盒啊？7盒。刘大哥呀，7盒。7盒吧？嘿，7盒无嘿？7盒吧？嘿，对，鸵鸟精7盒5960块哦嘿。多少？先抄电话。我跟你讲，阿姐，我等下甲你回电话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甲你回电话哦吼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我秀真济。来哦，电话即马拢满线，安尼我较紧来，搁倒接电话。老师你唱歌啦，你唱歌吼。谢谢大家，观众朋友，今仔你看嘛，广告的时间还未到，遮侪观众朋友时间电话甲咱卡开，要甲咱做见证。你看嘛，食好，像阮红姐安尼，人因咧翁，我咧讲大哥，你就知，大哥吼，他生了一场大病，了后拢总一阵时间拢总袂食。瘦甲像皮包骨呢，食咧，干来泡咱的早体康，甲听啥尔？我咧讲吼，即马安尼生肉，加5公斤出来。哦，即马安尼若真歹看，较无好看啦吼。你个本身的身躯吼，搁去带病院转来时阵，搁较歹看。对。你若知人使用，哇，就早体康啊！来，咱这是卫福部特别甲咱起考的哦，特殊的营养成分的哦。所以讲，观众朋友甲你以往伫外口伫咧食、伫咧泡的牛奶粉、五谷杂粮是无共款的呢。芳林即马泡的，我咧讲一杯泡开就是安尼。我咧讲，如果你今仔日这顿你都食袂落，哎呦，我都无胃口。上少你甲拿一杯啊，芳林即马咧泡的早体康就好啊哈。来，0800815881，一组就是3箱，3箱就是2500块。你若甲我买大组，公司再加送1盒，所以讲你买到7箱
5000块，0800815181，谢谢。非常感谢继续安排妈妈请保重。唱煞了，妈妈请保重。咱的时间嘛差不多，但是落节目了后，工人帮恁线卡继续甲你做服务。你则继续甲阮敲咱0800815181，0800815181，83263117，电话继续互咱观众朋友卡，谢谢。你故乡使我来流浪。妈妈哟，请恁爱原谅。我知影家庭三者一定爱打拼，希望打着机会，我才离故乡。将来会当亲像人，妈妈请保重。你故乡使我来打拼，爸爸哟，妈妈哟，请恁免悲伤。一日向一日袂了，也有勇气。